摔倒係年長者致命嘅因素，容易造成頭部損傷、手腕、髖關節、胸骨骨質疏鬆骨折等。此影片將介紹常見年長者嘅8個習慣，防止摔倒與勞損。1. 不要站着穿褲子，站着穿褲子容易摔倒，應坐着穿褲子，減少摔倒風險。2. 用錯誤嘅搬運姿勢容易扭傷腰椎，應用正確嘅搬運姿勢，達到安全搬運。3. 唔好急速起床，急速起床影響血壓及平衡，容易頭暈導致摔倒，應用正確方法慢慢起床，以減少摔倒風險。4. 不要經常上落樓梯，經常上落樓梯膝關節容易退化，應多行走平路，步行運動促進健康。5. 不要扭腰，此動作容易傷腰，應選擇合適嘅鍛煉，如太極等溫和運動。6. 不要劇烈拉筋，此動作容易傷腰，應做溫和運動，如甩手操，活動上肢關節。7. 不要做半蹲或全蹲動作，此動作容易傷害膝蓋軟骨及半月板，應做微蹲動作，鍛煉膝蓋肌力，如四頭肌。8. 好多人會扭頸去舒緩頸緊膊痛，周而復始造成一種壞習慣，不但不能解決問題，反而磨損軟骨，導致生骨刺。頸緊膊痛即是頸椎病，需要用頸托固定牽引頸部，使其靜止休養，便會自然康復。總結，良好嘅習慣能延年益壽。